你信唔信講呢3句說話，瞓覺都可以幫你身體自我修復？有時候身體攰到爆，成日覺得呢度痛，又唔知點解，可能只係你忽略咗一樣超簡單嘅治癒方法，就係同自己身體傾下偈，俾啲正能量嘅指示佢。今晚你都試下，臨瞓之前同自己講呢3句說話。第一，我身體每個細胞都充滿健康同埋活力。第二，我身體識得自我修復，我俾佢輕鬆自然咁做翻自己。第三，我放低晒所有嘅緊張同埋壓力，歡迎完全修復我每一個細胞。記住，身體本來就好叻自我修復，只要你個腦俾啱信號佢，持續21日，每晚臨瞓之前都講呢3句說話，你會發現唔止人精神咗，連能量都唔同晒。今晚就開始啦，唔使錢又冇副作用，最緊要係自己肯試。如果覺得有共鳴，記得 share 埋俾你朋友，等健康一齊翻晒嚟啦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